嚟到呢度咧，蘇菲咧就係咧會將兩個嘅超級真係癲嘅產品咧，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剪皮眼，咁呢個咧剪皮眼2.0咧，大家一定要買到，因為咧全球都缺貨啦，喺晒蘇菲度。因為呢一個咧係攞咗個咧叫10級提升嘅專利，點樣咧？就首先咧第一樣嘢啦，你喺咧5分鐘之內，你隻眼皮咧就會咧係咧俾人剪咗咁樣，即係好做咗手術咁，冇咗個眼皮，冇咗眼皮會點樣咧？你隻眼咧就唔會跌落嚟，同埋亦都唔會咁攰，同埋隻眼唔會咁細，即係好似開眼頭咁效果。而第二樣嘢咧，呢一個咧可以做到一個咧極級黐線啊，就係咧通晒你啲血管啊，咁可以令到你隻眼咧嗰隻眼嗰個咧眼袋或者黑眼圈咧係即刻冇晒。而第三樣最離譜嘅嘢咧，呢一個咧係植咗個皮啊，喺表皮同埋真皮層植咗個日本嘅新嘅皮，咁即係話令到你隻眼咧永遠都唔乾喎，真係喎。因為呢隻眼係乾啲，呢隻眼耷啲嘅，你會見到呢隻眼升咗上啊，同埋成個眼線位咧係咧變咗 double， 一隻眼大一隻眼細，哇！呢個產品咧真係好勁。而家呢隻2.0咧仲加咗個配方係做咩咧？就係咧可以5分鐘之後即刻見效，而係唔乾亦都唔會甩皮。大家瘋狂留言剪皮眼2.0。